参与今天的艳阳高照哈，天气啊非常的暖和啊，非常的适合办理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我们第一阶段啊是我们那个序幕的表演，借由这样的一个序幕的表演啊，开启我们整个舞台箱也及那活动的一个序幕啊。那我们第一个要出场表演的单位啊是由我们啊在原乡的在山上的雾台国小本校的学生。 指导老师是由我们非常年轻的郑其宗郑老师来指导。我们雾台啊本校的学生目前就有33位啊，33的学生啊，现在啊从头到尾都是33的学生啊。 我们啊本校的小朋友带来的舞蹈融合了我们原住民13大族群以及我们汉族的一个舞蹈哈。我们小朋友不要保留，全部拿出来啊！舞蹈不只是四组的，再加上了西洋的音乐，就是中西合璧，多元文化、多元的美的一个呈现。
我们在旁边的我们的来宾啊，我们的社区部落我们的小朋友，哎，我们是不是跟着这个他们青春的脚步，热闹的一个音乐啊，我们要打个拍子哈。哦我们百合 B 队的加固古装，哎，有点，哎，在哪里？哎，挥一下手，哎，我们展节奏，掌声啊！我们百合 A 队的，请入阿里大舞曲，挥一下手，谢谢你们。啊，我们舞台原枪队的，全部都在场内。好，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热情在哪里？雄鹰队在哪里？雄鹰。黑鼠队，黑熊队，雾台部落文化健康站他们的历年参与比赛成绩，曾荣获100年健康操比赛第2名，101年雾台乡健康操比赛第1名，101年健康活力秀全县第1名，101年健康活力秀全国第1名，102年雾台乡健康操比赛第1名，102年活力健康操南区初赛第2名，103年阿公阿嬷动起来县赛第2名，103年阿公阿嬷动起来决赛第1名，103年阿公阿嬷动起来总决赛无1无2奖，非常辉煌的成绩啊！恭喜雾台部落文化健康站。除此之外，雾台部落文化健康站，他们在评鉴，各个评鉴呢都获得了特优，而且是持续2年特优的优秀成绩。健康站的全体跳的比我们小朋友更有活力哦，动一动永不老啊！也非常谢谢我们龙牧师以及师傅所指导的。
带动了我们全村全身心的一个健康。好现在是拍照的时间麻烦各位家长利用现在时间定格他们在那拍照最美最帅的一刻哈。好，对小朋友，你们这个是很美很帅我喊幼儿园，你们喊就看看哈，幼儿园。哎呀，再一次，幼儿园。哇，很有精神活泼可爱哇，这个各大平面媒体的报社记者全部都来了哇。洗手歌。好，还有洗手歌。哎呀，老师更紧张老师比较紧张一点我们这个幼儿园有个从幼班一直到大班全体将近48个小朋友。开始了吗？有反应了我们幼儿园表演正式开始。怎么台下的家长比小朋友还要多哇！我们第一排最前面的们是我们2到3岁的幼班的小朋友第一阶段的表演结束好，紧接着是我们最精彩的啦啦队这个表演来欣赏也是幼儿园小中大班这个表演
最近我们台湾的某大学的参加世界啦啦队的比赛获得了冠军。我们162年的小朋友也受到了刺激啊，所以从现在开始，老师们积极的培养这个做啦啦队这个训练啊，希望你将来能够成为明日之星。高难度 PK 的已经有世界级的水准了哈，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精彩哇！哎，这个我也要停个5分钟啊，很多媒体都要拍摄了哈。好，马上那个献给所有我们前几与会的家长们的各位贵宾，这些活泼可爱的幼稚园。出血全会事情是1300万的이게 게임이라면 yes I'm a player. You could be my coach.
Rico。哦。 好各位来宾啊，你们看到场上是我们佳木部落带的这个群体悠扬啊，其中那个个子最小的是他们的总指导、总教练哦。分校代表我们雾海国小参加健身操比赛，在102年度以及103年度都荣获了健身操第1名的佳绩。请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非常棒哈！只有几位学生可是去参加比赛都能够以非常优良的成绩，为我们学校带来非常大的荣誉。 3、
成员来队形进。小队，跑步走。好，我们谢谢立国白分校带来的非常健康的一个表演哈。好，我们裁判员呢是邀请了我们屏东大学的体育系学生来支援我们学校哈，那很感谢他们在假日时间抽空来学校做服务，非常谢谢你们。好，我们部落的耆老杜安一先生也请到这个司令台前面准备。好，感谢各位全体参加的贵宾及家长感恩每位认真付出的人，更感谢万能的神。不只给我们身心灵的健康，让你我在此相聚，度过美好以及难忘的一天。在剩下的道路，我们仍需要上帝的赐福与保佑，让今天所与会的人都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而我们将我们的心、我们的意交托给你，愿此次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屏东县雾台乡104年度春校联合运动会开幕典礼开始。我们把我们的希望交托给万能神，我们恭请雾台长老教会打的拜牧师为今天的活动也为各位做个祝祷。伊拉达斯库布和比亚基多马士，让我们一起做祷告。Matai tadi dengan soto masi kaki atau pengko sekian libat kesung. Lari ngulua dan naik ke telur naik ke kamu aneng. Heka katana kike lelala kenai. Naga gan naik kamani kori makarua ruman. Ri kipakilu kunai kang. Kinawa cekulaneng. Si kirara gai kapu apurau. Ike kita 10 bulan kabai to masi. 神啊，我们要谢谢您，因为这是你所定美好的一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神你自己的手里，你要亲自的带领，并赐下平安与喜乐。我们整天所有的聚会，在你面前，我们所要享受的这一切，我们所要分享的，让神你透过 各样的竞技比赛，使我们能够全然得到祝福，并祝福我们的学校，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他们所做的努力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这样的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谢谢达伦伯格牧师报信九家木部落 耆老杜安一今天的春校联合运动会不仅仅是春校的一个结合，而也是公所结合学校，村落联结社区，家长结合教师，共同提携子女与学生，而造就成了一个运动会，也更是象征全体卢凯族人凝聚的一刻。在这个重要的一刻，我们要恭请我们家务部的杜安一这个报信，也为象征今天活动的一个开始。 Hege
谢谢陆安义先生鸣炮。第一炮由我们雾台国小陈惠梅校长来点燃，代表着卓越。对全体运动员而言，今天是追求更高、更远、更快的一个目标，也展现我们运动家这个精神。炮。好，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炮声？炮声在大家心里面，我向这个掌声，谢谢我们我在为了点燃这炮好，第二炮由我们代表文化，我们乡长已经率先点炮了哇，这个点炮的那个声音跟那个艺术的经费没有关系了。第三个是代表的是部落文化，头目是包基成包主任为我们点燃，也象征着我们的部落永续。哇，非常成功好，运动员进场。非常谢谢我们森巴部队敲响你我的热情。主席就位。好，首先进场的是运动员进场。好，首先进场的是原乡队。原乡队是由雾台社区及神山社区所组成，雾台村严金茂村长来率领，雾台社区发展协会赖天明理事长以及神山社区发展协会赖松宗理事长担任领队，代表的颜色是红色。好，他们的帽檐是红色的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着热血热情是一支热力十足的一队。除了第一，其余免谈。号称第一队除了第一，其余免谈我们也谢谢我们雾台
社区协商社区所组成的原乡队。紧接着进场的是百合 A 队，百合 A 队是由吉路阿里以及大武所组成，由吉路赖金城村长、阿里余德祥村长、大武欧光夫村长以及吉路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巴武信先生、阿里社区协会理事长柯清雄先生、大武社区理事长杜辉文先生率队，代表的颜色是金黄色。象征着光芒万丈，有着百合 A 队谁与争锋的气势。他们的队伍就是只要金牌不做其他想，又称金牌队。紧接着进场的是我们百合 B 队，由我们教务处的村长柯武兰村长所亲自率领的领队，以及深山以及鼓山社区发展学的林美花所带队他们的绰号也叫做冠军队伍哈。好，接着要进场的是俏皮可爱又精力十足的幼稚园小朋友，领队是沙若兰主任。好，活泼可爱的小朋友将进场挥动你的双手向我们台上的长官来宾们至少致意谢谢你们哇，这真是这盘大哦。好，他们有个宣导这个主题宣导的主题名称是跟洗手有关系。我们来欣赏他们带来的一个队呼的一个表演。洗手歌。哇，这个声势惊人肺活量的十足我们谢谢幼儿园的小朋友非常的精神，非常的有活力。紧接着进场的是我们黑熊队黑熊队是由雾台本校的国小部学生所组成带队的老师江思海老师常世勇老师、邱慧珍老师、李信老师今天为我们要宣导的主题是健康五蔬果小朋友，今天要宣导的是健康五蔬果，希望部落的族人以及家人们，除了山肉好吃、小米酒好喝，也要注意多多摄取蔬果，以维持健康的身体。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府的花园里。你我都是宝贝，在这花园里，点点七星不让你伤心。刮风或下雨，允许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她手里。
好，谢谢黑熊的这个表演。紧接着要进场的是我们雄鹰队。喂。好，雄鹰队啊，要它的宣告的主题。雄鹰队，阿比西，雄鹰队，阿比西，卢凯族，来卢凯族是个亚洲的民族，呀嘿呀嘿。难得一群女的漂亮呀嘿，少爷少酒少吃槟榔呀嘿，口腔的卫生，身体的健康呀嘿，因为爱你，所以要听话呀嘿，哟嘿哟嘿嘿呀。嘿哟嘿，嘿呀，嘿哟嘿，嘿哟嘿呀。卢凯族，哎呀，卢凯族是个优秀的民族，呀嘿呀嘿，难得一群女的漂亮呀嘿，少烟少酒少吃槟榔呀嘿，口腔的卫生，身体的健康呀嘿，因为爱你，所以要听话呀嘿，哟嘿哟嘿嘿呀，嘿哟嘿嘿呀，嘿哟嘿嘿呀。哪路湾？哦嘿呀！阿弟，雄鹰队。好，我们卢凯族是非常优秀的民族哈啊，在族群的分数，我们卢凯族获得了97分，少的3分啊，就是那个少数的吃槟榔啊、抽烟的以及喝酒的哈。好，接下来进场的是飞鼠队。飞鼠队是由佳木、古山、德文、达莱以及三河部落所组成的队伍，由陈建宏、陈克群、方木兰、陈小莲老师所带队。我们欢迎飞鼠队的一个进场。宣导主题是交通安全，特别针对常见的交通违规事件作为宣导重点。哦。Ready, go! Jumping, yeah, jumping, yeah.
好，我们谢谢飞鼠队这个的表演啊！今天所有的进场的小朋友黑熊队雄鹰队就飞鼠队都各具有特色哈！希望等一下的所有的进场的活动也充分展现你们的热情你们的活力。好，接下来进场的是大会裁判队。大会的裁判其实当时今天非常辛苦重要的工作，我们这次聘请裁判员就是我们平教大的一个学生，好，欢迎你们参加我们原住民的一个盛会哈，也辛苦你们了。好，最后一个进场的是我们公教员队，由我们雾台乡公所8人场8秘书所率领的乡公所，以及我们雾台国小专评主任首先雾台国小的以及全体的我们的讲堂的委员应该是甚至这个庞大，但是都在我们每一个工作岗位上谢谢你们从筹备、准备以及到今天剩下的时间就是你们真的最辛苦了辛苦你们。会旗进场。好，今天担任指挥旗的小姐、女士们，都是历届担任过雾台国小家长会会长的一个杰出的一个家长指挥旗的有杜梅霞、巴孝吉、杜慧珍、巴孝娟、巴菊一、杜生生。他们不止在家庭工作更深尽责，对于工作的态度或是对部落社区的投入也非常受到肯定。尤其对子女的教育重视，都能够教育出优秀的子女。而在担任会长期间，充分的扮演做好学校及家的桥梁，热心协助推动的校务工作。谢谢你们。天有路开，天有路开，天有爱的舞台下。好。圣火进场这次圣火的进场，我们采用薪火相传的方式总共有3组的3组来这个薪火的一个相传圣火的一个交接象征着薪火相传文化精神及理想的永续。我们第一组人马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敬爱的我们柯启双以及我们前乡长杜传的乡长第2组是我们杰出的运动员杜辉文及许仁辉的会长，第3组再交给我们的学生它象征那个世代的一个交替，由徐仲林、巴柔英来接受这个圣火之后最后这个点燃。我们好，因为我们体内我们原乡队很多都是年长的长辈，那你们可以先行到休息区先休息。沙宝。有军机来原来营里哇，这就是全国性的那个运动会哇，好，圣火进场。好，第一组是我们前乡长，他们的前校长杜传觉得柯启双他们本身对我们雾台乡的建设，对我们的教育非常的一个重视，谢谢你们。再交给我们非常杰出的2位运动员，我们体坛的常青树杜慧文先生以及多次代表我们乡内参加屏东县县的许仁辉，还是我们的会长，再交办给我们的学生
徐仲林及巴如英啊，这2位啊小朋友也参加我们这次这个县运啊，也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哈。他到底用这个是否要到底有那么点燃？好，我们这个今天活动代表的颜色是红、黄、绿啊，让人的升起。红色代表是热情，我们的是热力；绿色代表的是和平啊，自然；黄色代表的是希望啊。点燃圣火。好，我们一起来欢呼！达拉伊萨盖纳瓦罗瓦伊拉，舞台，舞台。好，请选手向后转，升会旗。好，请我们台上长官起立，然后半面向右转。好，升会旗，我们也恭请我们小朋友来领唱我们舞台的校歌。唱国歌。请台上的长官贵宾向右转，面向司令台。向国旗及国父像行3鞠躬礼，请脱帽，1鞠躬，再鞠躬，3鞠躬，请覆帽。颁奖，首先颁发我们雾台国小所颁发的康乃馨奖。
好，康乃馨教育奖是针对我们学生的一个家长所设置的一个奖项，用来肯定家长平时在家里对子女教育的一个重视，以及对学校任何活动的一个关心以及那个配合。我们分成哈，他的孩子姓名是巴诺，那他时常主动跟老师联系，掌握孩子在学校的学习以及协助复习课业。那第二个是福台幼儿园刘美依女士，孩子的名称是赖家燕，她呢对于孩子的教育优先非常的关心，对自己班上的孩子意识。那第三位是1年甲班蓝雪莉女士，儿子是蓝天宇，他是我们学校的干事不过呢，他除了担任家长的身份，在学校也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与协助。接着是8圣代，主动积极参与协调的各项事务，关心孩子在学校的情形。第6位是卢松妹女士，抚养年幼的3个孩子，细心照顾，更主动的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的一个活动。好，接着是1乙的家长麦珍玲女士。麦珍玲女士会关心并协助学校的班级事务信息沟通的非常的良好。好，接下来是5乙的家长柯彩玲女士。柯彩玲女士关注学校的事务，配合校务的推展谢谢你。最后一位接下来是杜春梅女士。抚养子女非常的有功非常的热心时时关心孩子在校的一个情形积极配合校的各项的活动。好，恭喜这几位我们非常热心教育的家长谢谢你们。我们这个奖项都请我们校长陈瑞敏来颁发康乃馨教育奖。虽然这是炎热的季节，但想必这个5月份对各位们来说不只是感恩，更是感谢的一个季节，也是我们1年之中最温馨的一个节气因为我们的母亲节即将到来，一个伟大的一个日子。我们非常的恭喜在台上获奖的也辛苦你们这样子要教育自己的子女甚至是孙子孙女非常的辛苦学校也非常的谢谢你们对跟我们校方的一个协助配合。好，我们全体合照我们在这个如果说家属有10周年新年的献花就像那个代表感谢的一个花束给我们台上的一个家长。姐夫。为什么在墙边吗？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
乡公所他所颁发的模范母亲表扬。我们补充一下葛春芳女士哦，她是儿女都已成家，目前呢生活重心都在照顾具有身心障碍子女的以及孙子。那她对社区以及教会呢都会很热心的参与帮忙。好，颁奖。好，第一位是宣祝月秀女士，推荐单位师傅呢，他们热心参与莫拉克重建的工作。那许秀香女士，她担任本乡妇女重建志工多年，热心参与部落各项推动的活动，对卢凯族语之传承工作赋予比例的在推动。好，最后一个是好茶书所推荐的廖罗友兰女士，现年68岁。他任职40多年，其中终身笃信基督教，奉行基督徒的一个奋进。我们恭喜您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好，颁奖这事情我们大家掌来帮帮来帮母亲。好，鲜花各位家属可以到台上献上你们这个感谢的花朵我们照相是1年1次而已，就是1年365天不分时不分月的。所有与会的贵宾、部落的长辈、各位校长前辈，还有所有亲爱的乡亲们，大家平安。特别感谢前来关心与祝福的所有长官贵宾，你们的到来也让我们的每位小朋友都倍感光荣。倍感尊重，也让他们觉得更有自信，真的是谢谢你们。我以2句话来代表我们今天雾台国小办理春夏联防运动大会的一个主题，来呈现我们雾台国小春祥百合，乐舞如凯，雾台乡的唯一。雾台国小是我们雾台乡仅止一所的学校。想当年，
雾台国小曾培育过无数的体育健将，大家如果还没有忘记的话，像我们省运的马拉松，像我们省运的长跑，还有3铁等等的纪录保持，都是我们雾台国小所培育出来的，也是我们雾台乡的乡民所缔造的辉煌成绩。因此，雾台国小不仅仅是背负着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任务，更要传承，更要发扬，更要精进。这都是我们雾台国小所肩负的任务。非常感谢我们的乡长，还有严金城议员。如果没有他们鼎力的支持，今天的春校联运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盛况。更要感谢所有部落的长辈、部落的族人在你们的一个支持之下，不管学校在各样的学校形式活动，或者是各样的教学活动、各样的建设活动，都是你们一点一滴这样子在我后面鼎力着我支持着我，让我更有活力、更有精神的在办理各样的一个事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这4年来我也在雾台国小满4年，这4年来你们真的是非常的照顾我，没有你们的照顾，没有你们的关爱，我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我们全体师生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力跟亮丽的一个成绩。我仅代表全体师生，再一次的谢谢你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们，你们的莅临让我们真的是很光荣，真的是很感恩，谢谢你们，沙宝马达那卡，谢谢。介绍贵宾。今天与会的长官贵宾非常非常的多，谢谢你们这么样的爱护我们雾台国小。那我就一一的来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贵宾。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我们中央立法委员、立法院我们简立委夫人戴锦花戴校长，大家最熟悉的戴校长，然后今天的一个大会主持人真的是谢谢乡长这样的一个承让。马家乡大学长乡长梁明辉梁乡长，好，还有远道而来春日乡学弟柯志强柯乡长，乡长好，新科的乡长欢迎你。我没有邀请志强，可是志强一直在 FB 看到学姐，我一定要来真的感谢志强。还有我们三地门乡议员我们屏东县议员三地门乡归小慧归议员，你好，欢迎议员回炉。议员说，虽然这边是雾台乡，不过也有我们三地门乡的达来跟德文真的是谢谢议员。我们的头目包头目谢谢包头目，感恩也是我们民族教育的老师。好，代表主席代表主席杜永贤杜主席，谢谢。好。我们的新科代表柯信雄柯代表，谢谢。好。好茶村村长柯连登柯村长，村长好。我们家长会会长徐仁辉徐会长，会长好。好，辛苦会长。还有我们雾台乡妇女会理事长大学姐杜富举学姐，会长好。我们夫人乡长夫人我们的护理长阿长谢谢。乡长夫人好。谢谢。我们张庆光张主任，谢谢。主任好。还有最爱护我们学校，也最支持我们各项活动党法牧师，谢谢。牧师沙宝。还有我们也是在地部落嘉木部落牧师这个就交给你了立谷分校。好，洪春花洪牧师，还有阿里部落巡礼会杜牧师杜木芳牧师，沙宝。好，还有我们有很多很多校长了可是都一一也赶往其他3所学校4所学校，今天运动会特别多，今天是好日子，我就下来一一介绍我们的大学长牡丹国中担当连线王嘉瑞王校长，谢谢。校长好。崇文国中汤校长，谢谢。校长好。好，
前3个礼拜证明的地摩尔国小最优质的学长陈在兴校长。校长好，大宝。好，我们的耆老，耆老也在这里哦，也让我们，真的谢谢。喂，好，长老，长老好。我们施世志校长谭荣国小施世志校长，校长好。还有大家最熟悉小朋友你们最熟悉的校长北叶国小吴克德校长。校长好。好，嘉东国小川原国小李荣泽校长。校长好。口校国小总务主任玉芬主任。主任好。民生国小嘉庆校长。校长好。泰山国小嘉琪校长。校长好。马家国中韩继成校长。校长好。我们的好朋友垦丁国小玉辉是我们同期校长。校长好。思荣你已经调到新生国小了哈。学长谢谢。最优质的学校今得到我们卓越奖，教学卓越奖，陈世聪校长。校长好。传荣百合还有我的好朋友土库国小淑芳校长。校长好。还有来自温子国小曾经也在雾台国小服务过是我们大武分校服务过，谢谢校长。校长好。有时候我会忘记了，谢谢。好，我们旗峰国小总务主任，谢谢主任你的到来。好，也是我们家务的一半哈。高泰国中应永生应校长。校长好。谢谢。在家国小魏宇轩魏校长大家是后用校长。校长好。青山国小林继福校长，谢谢。胜利国小张丽竹校长，谢谢。校长好。五潭国小主任，谢谢你的到来。所有长辈谢谢你的到来，谢谢。雾台乡乡长致辞，我们恭请我们大家长，还有我们简东明立委夫人，也做过我们的校长代校长，有我们春润乡乡长，我们归议员，还有我们的大头目，还有我们的牧长，还有我们各位教育界的先进，我们部落的长老头目，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天气很热，对不对？对。哇，小朋友，你们从刚才到现在的表现，乡长给你们打几分？你们要几分？对，你们都表现得非常好，100分。乡长是你们的学长，所以看到今天各位同学的表现，乡长一定会更努力来支持自己的母校。再来，几年前雾台国小有98名，降为只剩下22名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雾台乡教育的愿景到底在哪里。4年前，我们陈校长接掌雾台国小校长之后，短短的几年，又将我们雾台国小重新建立起来。各位老师，你的热情不断的在雾台乡教育园地撒下你的种子。乡长作为校友，在这边非常的谢谢我们陈校长，谢谢我们雾台国小的师长，谢谢我们所有的家长对雾台国小的奉献。雾台乡卢凯族要有希望，只有2条路可以走，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文化。教育作为成功，这个民族就会成功；文化传承的工作成功，这个民族就会成功。我们谢谢雾台国小对雾台乡所做的一切的奉献。该干嘛呢？马拉那啦，大家也马干那里该给古旧的该给新鲜的，那大家在那马干那里把这个该给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老师，好，谢谢。愿神祝福大家，愿神祝福台国小
世世代代都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茁壮。谢谢，马老人。好，非常谢谢我们的乡长看见舞台云云。第一个我一定要邀请我的大学姐哈，代表我们简立委，谢谢。这次简立委呢，在我们今天的活动也赞助不少，谢谢简立委的帮忙。那请邀请大学姐。最棒的主持人，大会主持人哈，能够当博士不容易哈，真的。我在想，他不只要当国小校长，可能要当这个国中、高中哈，不容易啊。非常让人敬重的我们杜正吉乡长，贤抗力哈，还有我们的杜主席非常的有为啊，柯信雄柯村长代表，还有我们的柯连登柯村长、许会长，我们的马家乡乡长夫人，也就是杜副局理事长，还有我们的3位这个坐镇的牧师，党内外牧师洪牧师，还有我们的杜牧师，非常年轻有为，这个一匹黑马哈，政治明星的柯志强柯乡长，还有非常认真的郭小慧郭议员，各位在座的头目牧师，还有各位校长，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简东明简委员，他非常重视雾台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我，雾台国小、雾台乡小活动也好，就是他的大活动。所以因此，虽然他在别的地方因为订婚要当这个介绍人哈，必须要为那个女方力争，所以他没办法到。他为我一定要代表他来祝福我们雾台国小的运动会，因为简东明告诉我，雾台卢凯族就是排湾族的一家人，对不对？好了，对呀。所以呢，他创办了排卢族运动会，而且把那个卢凯族放在前面，卢凯族运动会。把那个州族哈都要州族一直希望能够来参加，但是他并没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答应。所以卢凯族的骄傲也是排湾族的骄傲，好吗？好，学校有任何的需求，我一句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就像这一次那个谁啊，柯海燕柯代表，他说我们需要帽子。需要60顶帽子，需要240顶帽子，他还没有讲完，简东明就说马上答应，所以不要客气，任何事情找我们，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在这里做最后的说明，很多的消息，排湾族1任2届的问题，在中央的协调会画家制化国策宫已经说明，因为当年的问题是因为有立法委员。有省议员，有省府委员，所以那个时候他才有说法，一个人1任2届，不能又当省议员，又当省府委员，又当立委。但是他说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环境，现在是没有1任2届的问题，所以拜托各位，简东明再给他最后一次的机会，我已经把他奉献给卢凯族，奉献给我的所有亲爱的乡亲，最后祝福。大会顺利圆满成功，所有在座的各位亲爱的乡亲，原住民加油！原住民万岁！谢谢大家，谢谢，哈利路亚。宣誓代表步青雨同学，请出列。全体运动员，站！运动员宣誓：我们以健康、活泼、快乐的心情来参加雾台国民小学春校联合运动会。我们愿以守法、负责、调取的精神，遵守大会的规定，并服从裁判的判决。Pikiran kay nay di parukan pagkaruan malan. Di darabang imianay ka kagudan. Si Karua rasu, mai jusu, pagkatay, abarengan ka watay di belau.
警示：宣誓代表不轻于中华民国104年5月2日。请全体运动员稍息。礼绳，运动员退场。